欢迎收听7月30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7章1到9节，无限赛局的校正回归。在一场赛局当中，如果它是无限的赛局，我们大概就会知道，在这过程里我们会遇见已知的对手，也有可能会有未知的对手。而且在这赛局里，既然它是无限的，可能我们所经历的规则会因着时间、环境或是我们自己的限制而有所变动。那我们如何在这样的赛局里面持续的竞赛呢？因为无限赛局的目标就是这个，不是吗？在这样过程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是校正回归。使我们在这赛局里面有许多不安的原因，是因着这些变动。然而在这些变动里面，我们能够平安，是因为我们找到了那赏赐平安的源头。它让我们能够持续的竞赛，并且在这竞赛当中不断的经历从它来的保护，从它来的得胜，因为它是赏赐我们平安的神。我们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的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我们是不是有专心寻求这赏赐平安的源头呢？他大过一切的鬼神，大过一切的未知，因为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上帝。当我们如此来行，我们就要寻见这平安。在这个月份，刚好是来到了农历7月。农历7月又是台湾俗称的鬼月。台湾的一家量贩店，他这几年来一直在推，在这个时节都会推出相关的广告。而今年的广告很特别，用元宇宙的概念，虚实整合2022中元世纪对谈，拍了一个影片引起网络热议。因为在当中有人模仿鬼跟人彼此来进行对话，打破了人们对鬼月的恐惧，这是他们尝试想做的，而且以一种加好友的方式来认识理解彼此，好像人跟鬼当朋友这样，进而让人主动参与普渡。这样的方式这个广告的题材引起网友大赞，觉得广告设计很用心，每年真的是推陈出新啊，而且题材呢很吸引人，很亲民。但是这样的方式真的能够突破人鬼殊途的障碍？人是这样想鬼，但真的是这样吗？它能够让我们经历真实的平安，只要我们当好朋友吗？还是更加深了人对于灵界恐惧讨好的心理，更多引发不求甚解的行为呢？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领受真的平安，我们就不活在恐惧当中。今天的经文第7章，如果我们还记得约柜流浪记的话，约柜从非利士人的土地，在那里因着神看见这些非利士人对他的不认识、不敬畏，违背他在这个约柜上的心意，是要叫人透过约柜来敬拜上帝，认识上帝。上帝是有全能的上帝，是大过一切鬼神的上帝。在非利士人的土地上面，约柜让许多的人得到了这个瘟疫，大家都觉得这是烫手山芋啊，所以一个地方换过一个地方，约柜最后被基列耶琳的这位亚比拿达迎回了家中。迎回了家中，就此平安了吗？而且他还派他的儿子以利亚撒在那里看守约柜哦。真的20年来经历平安。什么原因在非利士人的土地上是这样？被以色列人带出来打仗的时候，他们不是以色列人吗？结果竟然吃了大败仗，而且约柜还被掳走了。
但是今天却是领受那真实的平安。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他们回转归向上帝，他们不再寻求自己的鬼神，不再寻求自己的信仰，而是他们寻求上帝，寻求这位创造主，这位真实有全能，能够赏赐平安的源头。撒母耳在这个时候成为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士师，如同第6节所说的，他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原文就是他在米斯巴做以色列人的士师。就在这个时候，他带领以色列全家全族来回转归向神，并且提醒他们，当他们单单的专心的来寻求上帝，上帝必要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在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议题，因为这个时候非利士人成为以色列人的恐惧来源，不安来源，他们想到他们就害怕。是不是很像农历7月许多的人想到鬼的时候会有的害怕，生怕自己做一个行为引发这个鬼，因为鬼门开嘛，不喜欢他就来攻击我们，让我们很衰，让我们受伤，让我们遭遇不幸。这是人对鬼的想法。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的来想一下，如果鬼门开，鬼才能够出来，鬼门关他就要回去的话，那他在其他的月份怎么不能出来伤害人呢？一定有一些机制，有一些原因，人用自己的想法去想这些鬼神。那除了农历7月之外，难道其他的月份就没有这灵界的存在吗？我相信当我们更认识神，更认识人，更认识上帝创造这自然律的时候，我们就能在这当中知道，唯有寻求上帝才能够经历真实的平安。当以色列人他们如此做的时候，他们在米斯巴那里透过撒母耳带领大家献燔祭，这是一个回转归向神，要讨神喜悦的行动。当他们在那里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就接纳他们的献祭，应允他们的祷告。我们也可以透过明天的经文发现，上帝真的就在这当中赏赐他们自己没有办法给，没办法寻求就寻求到的平安。也不是我好像比较有能力就可以给那比较没有能力的人经历平安。上帝的能力大过一切，大过鬼神，大过世人。当我们来寻求他，我们就真实经历平安。而我们相信他的应许吗？应许赏赐我们平安的主耶稣，邀请我们在恐惧、未知、不平安的时候，特别在农历7月，我们要来专心寻求他。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开口祷告的时候。而且大家可能在读历史的时候就会知道一件事情，其实鬼月在历史上有人说这是朱元璋这位明太祖皇帝，他因着这个时间原来是一个大好的时间，是一个大吉的日子，他想要独占这个月份，所以他就透过这个鬼神人们敬畏鬼神，对未知都比较恐惧敬畏，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独占这个月份。不过后来呢，在网络上就有人说，这其实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这没有根据的说法。其实台湾在面对农历7月开始有这个鬼月的概念，是因着台湾曾经是一个移民社会，在那个许多人呢越过这黑水沟来到台湾的时候，因着这移民社会有很多的罗汉咖，有很多的不知道从哪里来死后不知道应该要回到哪里的人，所以呢在不管是械斗对立抗各样的一个朝代的入侵的时候这些移民的问题呢造成的死伤，他们就用普渡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大型的祭祀活动，将这些死难者不知道他们祖先的，不知道他们名字的，不知道他们身份的，就他们就用普渡的方式，希望他们可以回到就是当时的这个宗教信仰的方式。所以后来就渐渐形成了鬼月，因为他们如果没有被
普渡没有被祭祀的话，他们就在民间游荡，所以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当然这也是一些历史的一些结论，不过在这当中我们更是知道人其实都是很有限，而且面对鬼神的这些说法，在不同的朝代因着演进，因着许多的人他们不同的想法，我们真实的要说，我们对灵界是未知的大于已知的。然而在这其中，上帝却是胜过这些未知，也胜过这些已知的。当我们在这里面要寻求平安，要怎么办呢？我们当然就是寻求这最大的神，唯有他能够保守我们经历那真实的平安，不然我们拜了这个又遗漏了那一个，不过就是一场空而已，不是吗？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真实的在农历7月的时候，我们更是在这个时候要来寻求他，从他来的平安不会落空，从他来的平安是确实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透过历世历代的人对鬼神的敬畏来教导我们。我们既然都会敬畏鬼神，主，我们更是要敬畏你，因为你大过这一切的鬼神，你更是创造这个世界万物，包括我们所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主，你掌权其间，帮助我们面对在这恐惧未知不平安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来寻求你。当我们寻求你，当我们敬畏你，主啊，你胜过这一切的未知，你胜过这一切的死亡权势，你胜过这一切的鬼神认知，你让我们因着寻求你，主啊，你的保护就临到在我们生命当中，你的掌权就在我们所思所想所行里面，你更是让我们经历到，我们专心寻求你，我们要经历你所赐的平安。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让这个人人所忌讳害怕的鬼月变成平安的7月节，帮助我们更多来寻求你，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愿上帝十足的平安带领你，让你在面对害怕农历7月觉得这是一个鬼月的时候，不管是你自己还是身边的人，要因为你专心寻求上帝，你们要一起经历从他来的平安。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